頭先喺網度啦睇到報大陸嗰啲情形啊，有啲人呢俾交通警截咗，因為佢嗰啲電動電單車呢係超過25公里㗎嘛，因為而家新例就要低過25公里啊嘛，佢一扣呢就將個車充公咗，咁集中晒運咗去非洲嗰度賺錢賣鬼咗去。咁使我諗起一件事，好多年前呢，我試過賣過一間工廠啊。咁有條黑人走嚟問我：喂，嗰啲車頭要賣唔賣啊？佢用一嚿水加幣收一個啊！嗰啲咩 Juda 嗰隻嘅電動車頭啊，1000幾蚊一件噶嘛。哇！佢出100蚊就想買咗人噶喎，好多非洲佬都係即係好似撿拾爛銅爛鐵咁樣揾食噶。你睇落去嗰啲冇乜用，去到非洲就好大用噶咯喎，因為非洲落後好多啊嘛。好啦，分享到呢度，你有咩見聞呢？就寫2隻字喺下面啦。